繼續是有關國民黨的立委萬美玲的爭議，講有學生甲桃園市議員的參選人投訴，講過去因的班級發生到霸凌的事件，導師要按照規定來處理，但是霸凌者的家長去找萬美玲，傳出講萬美玲打電話到學校觀察了後，這個導師就被逼離職了。但是有影無影呢？萬美玲反駁講無這款代志，講這指控唔是事實。在咧第一天對教育部官員提出全部質詢，國民黨立委萬美玲成為教文委員，過去競選標記廣告守護後一代，我一直攏佇咧。那最近卻因為學生訴講用腳指控霸凌，牽連出規管爭議。立法委員，你沒有來保護學生，你反而利用你委員的公權力來關說施壓。你必須指控伊收到學生的投訴，當時因班發生霸凌事件，導師要求學校依照規定處理。不過霸凌者的家長索取萬美玲，萬美玲親身打電話給校長關心了後，導師叫學校的高層施壓，落尾總驚甲離職。這個霸凌者的父母呢，甚至於三不五時就召集學校的老師講，你根本不夠格當老師，你馬上離開這個學校，在離開班級的那一天，所有的同學大家都抱着他哭成一團。李必勝嘛提出相片，當時其他學生和家長攏發動連鎖陳情，拜託學校莫予導師請示，不過嘛是無效。那迄一位霸凌者因為有靠山同課從盧克社受到傷害學生，那一回。萬美玲立委你在霸凌事件發生的同時你不但沒有站出來保護學生，你還因為這個霸凌者父母是你的樁腳，而你力挺這樁腳。不過，前議員王浩虎嘛替萬美玲講話，目前真濟對伊的指控是真的，不過有話不響，批評嘛是愛謹慎，因為教育現場講法有當時啊各有立場。隨學生訴講用參選議員爭議佇投票，萬美玲經過做代誌，嘛互大家討論甲熱刺刺。